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。来看，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初选是陈亭妃甲林俊宪顶高机。立委王世坚早起用唱歌表态支持陈亭妃，那林俊宪是伫国内的立委甲议员的陪同下扫街拜票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。 现在是实实在在、坚定挺飞。改变家己经典名曲，立委王世坚今日一早起，搁在公开表态挺陈亭妃。大声说出来，我要支持陈亭妃。台南市长就是陈亭妃。唱歌学演，替20档的老朋友徛台。林俊宪甲陈亭妃的竞争是真激烈。 面对外界对陈亭妃的质疑，王世坚是安尼讲：那因为他的表现太好了，他也太受地方乡亲的欢迎，就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指涉啦、攻击。而且我们用的就是一步一脚印，所代表的也是台南女儿的精神，选择陈亭妃。 台南一路发，送一粒大粒的勋章。王世坚讲，这代表陈亭妃这27档来一直向背后攻击，说一路坚持到今仔日，真无简单。台南上好，林俊宪，为支持林俊宪。陈亭妃的竞争对手林俊宪，今日一早起对下赢出发，伫立委赖慧媛、桂国文、林怡锦和议长区丽丽的陪同下，骨力扫街拜票。选举呢，应该就是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，啊，那当然都会有遇到各种状况，风风雨雨。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都是要心平气和的来看待哈。林俊宪强调，会甲支持者分进合击，一步一步向台南的方向前进。 林俊宪甲陈亭妃拢在争取支持，也互初选继续加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